食伤甜、伤咸、伤油，拢会酸长健康。有研究团体调查发现，9成受访者拢认为，这高糖、高盐、高油的食品拢爱有警示标识。台湾健康联盟呼吁政府除了标示，嘛会当参考国际扣糖税，推动健康台湾。路边的饮料店四界拢是，一个民众三不五时想着买一杯。台湾健康联盟有针对民众做一份减糖申请外调查，根据统计，有39.9%的受访者一礼拜啉3届以上的无糖饮料，有9成的人认为针对高糖、高盐、高油的食品爱有警示标识。民团呼吁政府除了爱落实警示的标识，嘛会使参考国际做法来建议糖管糖税制度，促进健康台湾。不吃糖，我们都知道影响健康。包括大家都知道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，甚至癌症。政府可以制定一些政策，就是定价区隔，你不能卖一样的价格。那也没有违反什么嘛。本来加糖，糖有成本嘛，糖捐、糖税，到底这个制度要不要来推动？那我们是觉得，这个应该是可以，73.8%的民众是支持的。为什么要收这些钱？就是其实希望投入在健保跟食安的一个预算上面，让我们能够大家更健康。针对 NGO 团体对警示标示的建议，是药事是回应讲，政府已经有公布 FOP 包装食品的正面营养资讯，互消费者会当知影讲，伊买的产品热量含营养素的含量占一日参考量的分之偌济。不过未来拍算的以3种食水来区别，互民众一看就知影讲，什么是高糖、高盐、高热量的食品，来促进对健康食食的意识。其实，在106年就有公布一个食品营养的正面标示，简称 FOP。那它是比较单调啦，只有2个颜色啦哈。那现在欧盟他们是有3个颜色，所以我们会用颜色让消费者容易来区分。绿色你就安心买，红色尽量不要买。民团和医生拢呼吁政府应当爱提出有效的减糖公共政策。食药署表示，为着民众的健康，伫咧食品标示含减糖议题推广的部分，会继续和消保团体、NGO 团体来合作沟通，制定方便民众健康管理的政策。记者卢尚珠、林晓凯台北报道。